歡迎大家再次支持時事娛樂睇。開始影片之前，記得訂閱咗我哋嘅頻道、點讚同睇完後留低你嘅睇法。咁我哋立即開始。今日講嘅新聞係一單喺網上瘋傳嘅捉奸 MMA 事件。近日香港網絡流傳一段影片，見到某個宿舍入邊有個年輕長髮女子，懷疑因為被捉奸，遭到3至4個相信係正宮同佢嘅姊妹團包圍，扯頭髮、拳打腳踢，仲想強行剝咗個女仔件衫同短褲，搞到佢走光。期間有個白衣男人嘗試用身體保護個長髮女，但冇咩用。最後雙方分開，嗰班女人仲係咁鬧，長髮女就坐埋一邊，露出好鎮定嘅表情。段片引嚟網民熱議，有人話咁狼死，有人話條仔真係冇用。但係最奇怪嘅係，當長髮女嘅靚樣曝光之後，大批網民竟然轉為支持個小三，話好靚女，想幫佢拖。今日我哋用中肯角度睇下呢一件事嘅來龍去脈、法律責任同埋背後反映嘅社會心態。首先詳細講下段片嘅內容。段片長超過1分鐘，一開始就見到個長髮女俾人圍住，有人扯住佢嘅頭髮，將佢件衫拉起，露出胸圍背帶。班女人一路打一路爆粗，鬧得好難聽，好似話 X 你老 X 臭 X。有個白衣男人用半邊身護住個長髮女，但係似乎作用唔大，長髮女都係被擊中好多拳好多腳。現場仲有男人聲講風涼話，佢唔係中意俾人打咩？跟住個長髮女企起身，開始反擊，但即刻又俾人圍毆、扯頭髮、拳打腳踢，班女人仲要上下其手，猛力拉開佢件上衣同短褲，搞到佢露出臀部走光。期間有個女人泣斥你救我來 ，X 你老 X 臭 X， 白衣男想拉開佢哋，俾個女人鬧唔好掂我啊！現場仲有好多食花生嘅人，火上加油咁話打佢。最後班女人發洩完走開，白衣男去安慰長髮女，但係俾長髮女鬧滾。鏡頭影住長髮女個大頭嘅時候，班女人仲怒吼我叫你講，你冇嘢講。長髮女就整理手指甲同頭髮，露出好鎮定嘅表情。段片喺香港網絡流傳，但有網民憑宿舍環境同語言分析，估計事件係喺內地廣東省佛山發生。不過無論喺邊度，呢一種暴力行為都係犯法㗎。喺內地，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3條，毆打他人或者故意傷害他人身體，可以處5日以上10天以下拘留，兼罰款200至500人民幣。如果係結伙毆打、傷害殘疾人、孕婦、未成年或者老人家，刑罰更加重，可以拘留10至15日，罰款500至1000人民幣。如果造成輕傷以上，就會構成故意傷害罪，要坐監，最高可以判3年。如果重傷，可以判3年以上10年以下。如果打死人，可以判10年以上無期甚至死刑。所以呢班正宮同佢嘅姊妹其實已經犯緊法，仲要自己拍低證據，真係好唔明智。網民嘅反應好有趣，一開始好多人鬧班女人太狼死，又話個白衣男人冇用，保護唔到個小三。但當長髮女個樣清晰曝光之後，風向開始轉變，好多網民話好靚女，想幫佢拖，難怪個仔會出軌。有啲人甚至話支持小三，因為佢太靚。呢個現象反映出一個好現實嘅問題，喺網絡世界，外表好大程度上影響輿論。如果個小三係醜㗎，網民可能會話打得好，但因為佢靚就變成受害者。呢一種顏值即正義嘅心態其實好唔健康。出軌就係出軌，無論個小三靚定醜，都係破壞人哋嘅感情關係。但同時暴力都係唔啱，無論正宮幾嬲都唔可以打人剝人衫。我哋要分析下呢件事入邊幾個角色嘅責任。第一個男人，段片入邊嘅白衣男人，好大機會就係出軌嘅男朋友或者老公，佢嘅行為最不負責任，一齊搞婚外情，出事之後又保護唔到個小三，俾人打完一輪先至企出嚟，仲要俾個小三鬧滾。呢一種男人根本唔值得2個女人為佢爭風呷醋。有網民話得好，條仔真係冇 X 用。第二個小三，佢明知個男人有另一半都仲要一齊，道德上確係有問題。但佢喺呢一件事入邊被暴力對待，仲要俾人剝衫走光，尊嚴盡失。佢嘅鎮定反應可能係嚇到呆咗，亦可能係扮冷靜。無論如何，佢唔應該承受呢一種暴力。
第三個證供，佢嘅憤怒完全可以理解，但用暴力解決問題，只會令自己由受害者變成加害者。佢同班姊妹而家面臨被起訴嘅風險，為咗一個唔值得嘅男人，搞到要留案底甚至坐監，值得咩？呢一單新聞令我諗起之前香港都發生過類似嘅捉奸打人事件，有證供喺街度撞到老公同小三，即場扯頭髮、除衫，仲要將過程放上網。結果證供俾人告襲擊、賠錢兼留案底，老公就同佢離婚，小三反而冇事。呢個案例好值得參考，暴力只會令你輸得更徹底。正確嘅做法係收集證據，然後揾律師透過法律途徑解決，例如申請離婚、爭取贍養費，甚至控告對方通姦。喺有通姦法嘅地區，打人、除衫只會令你自己一身蟻。另一個值得討論嘅點係點解啲人咁中意拍片放上網？呢班證供同佢嘅姊妹一邊打人一邊俾人影低，事後段片仲要流出，好可能係佢哋自己拍完想放上網公審個小三，點知反而變成自己犯罪嘅證據。呢一種網絡公審嘅心態好常見，但其實放得上網就等於將件事公開俾全世界睇，當中涉及嘅私隱、誹謗甚至色情內容。因為有走光，全部都可以成為法律責任，所以奉勸大家，就算你幾嬲，都唔好拍片放上網，報警係唯一正確嘅做法。我又想講下社會對小三嘅雙重標準，同樣係出軌，男人嘅責任往往比女人細。短片入邊個白衣男人只係俾人話冇用，但個小三就俾人打到飛起，點解唔打個男人？因為個男人係自己嘅另一半，打佢等於承認自己揀錯人，定係覺得女人為難，女人比較容易？事實上，出軌嘅核心責任喺個男人度。如果個男人唔去招惹第二個女人，根本唔會有小三。所以證供應該打嘅係個男人，而唔係個小三。當然打人都係唔啱，最好嘅方法係同個男人一刀兩斷。對於觀眾嚟講，呢單新聞有乜啟示？第一，唔好用暴力解決感情問題，打人、除衫、拍片放上網，全部都會令你由受害者變成加害者。第二，如果發現伴侶出軌，冷靜收集證據，然後揾律師。香港有好多家事，律師可以幫到你。第三，唔好做小三，就算你覺得自己係真愛，都唔好介入人哋嘅感情，因為你唔單止會傷害另一個人，仲可能將自己置身於危險之中。第四，唔好因為一個人靚就盲目支持，出軌就係出軌，靚唔靚都係出軌。我個人分析認為，呢一單新聞反映咗網絡時代嘅幾個問題。第一，私隱蕩然無存，一段咁私密嘅捉奸過程，竟然可以喺網上瘋傳，當中嘅人嘅樣貌、身體全部曝光，呢個對所有涉事者都係二次傷害。第二，網絡審判代替咗法律審判。網民未了解成件事，就憑一段片去判斷邊個對邊個錯，仲要因為個小三靚就撐佢，呢一種風氣好危險。第三，感情問題娛樂化，捉奸本來係好痛苦嘅私事，但網民當成 MMA 睇，仲要討論邊個靚邊個抵打，完全失去同理心。呢次最後，我希望件事入邊嘅所有人都可以得到適當嘅輔導同幫助。個小三需要心理支援，因為佢被暴力對待同公開羞辱。個證供需要學習管理情緒同處理感情問題。個男人需要反省自己嘅行為，唔好再做縮頭烏龜。至於我哋呢啲食花生嘅網民，最好嘅做法係唔好再轉發段片，尊重反當事人嘅私隱。如果真係關心，可以討論暴力嘅唔啱、出軌嘅傷害，而唔係討論邊個靚。大家都嚟到最後啦，未訂閱點讚嘅朋友，請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可以睇埋我哋今日嘅其他精彩內容。